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是啦，确实都有影。台湾话文化要流传，字爱安怎写，大家都爱切互得。啊，当然上界宝贵，就是台湾话内底确实有真侪艺术、真侪技巧的所在。今仔日国情啊，佮招你来趣味一下，咱来要味菜。讲台语的味菜真巧妙，菜色果子讲有嚼。今日吼，咱拢来要果子，看好无？来，大声咱来甲动一下头壳咧。即个味菜吼，拢总四句，讲青布包白布，白布包茶色，茶色包虾米，虾米包酸醋。哦，这要要果子，国情啊，当时要要倒一项？你顶动头壳来甲小想一下。煞毋知影讲，即粒果子上外口面，就是青绿色的啦吼，青艳艳哦。青布内底包白布，第二元白啦。啊，白布内底吼，后迄个果子会包茶色，毋是啦吼。讲这果子内底，国情啊小甲你透透一下，一万一万迄形体敢若茶色咧。啊，茶色内底佫包酸醋，哪有即个代志？酸醋煞毋知影讲伫咧讲气味哩。来，小甲想一下。青布包白布，白布包茶色，茶色包虾米，虾米包酸醋。这要要一项，这个果子是啥？若讲有咧看网络直播的，你则写字留话去咱这个网络顶头甲小编留互伊开心花。过来第二条，共款果子哦。啊，这个果子就毋是青啊，这个果子吼，我原来甲你头讲是黄的啦。煞毋知影讲这三句，头拄啊四句连。这三句一句七字，这国情啊吼，家己扣的。本来味菜无遮嚼，我甲扣做一句拄啊七字。讲一个囡仔穿剑甲，吼，穿剑甲毋是要去烧台呢，拄啊颠倒边。问伊看要倒一搭，这个囡仔你要倒一搭？讲伊吼要去红台吧。哦，这是啥物果子？观众朋友，咱头壳过来甲叮当一下。一个囡仔穿剑甲，外口看起来安尼。毋是一般的衫，是剑甲呢？啥物形体叫做剑甲？啊，即个囡仔你要倒一搭，伊煞甲你印啦，讲毋是要去用台，是要去用台吧？这都现机啊哦！咱伫咧切果子，你讲莲雾用过切的，来啊，莲藕用过写的，啊，敢有迄个果子讲用过台的？咱就对遮去动头壳，讲倒一款的果子，穿剑甲到尾啊，你要甲抬来食的时阵。讲我要抬即个果子吼，这原来一种的提醒。啊，你头壳佫小叮当一下，总是过去人时行一句话，讲答案就在影片中。